各位兄弟平安。就亲像他们夏牧师所分享的，我这礼拜到伫富强教会已经是第3礼拜，慢慢嘛熟悉搁较侪人，所以我的心内对一开始来到台南，无来过台南，感觉真不安。毋过即几阵开始感觉到愈来愈充实。这个过程真正是真感谢真侪同工，也是会友，也是长辈，特别是2位牧师的引带佮有照顾，互我会当真紧来适应遮的生活。特别咱教会青少年也是青年，遮的人其实是非常的温暖，时常会甲我讲台南对好食，佮互我地图，迄个 Google Map 迄种的，会定定带我去食，带我去行，所以感觉真感动。所以今仔日有这个机会会当来和大家分享，一定爱和富强教会大家讲感谢。若是我有啥物所在佮需要学习的，拢免客气，会当直接和我讲，互我有一个机会来学习，来成做佮较成熟的传道人。所以伫今仔日这个分享开始进前，邀请咱大家提先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当阮自责，愿你的话语搁一摆来点导阮的性命，愿你的话语成做阮的道路，互阮通知影要安怎搁较听你，要安怎搁较认捌你，搁较知影要安怎行这条信心的道路。愿你帮赞，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名求，阿门。咱若是信耶稣，有经过一阵的信徒拢知影，伫这个信仰的路途中，无论上帝对咱的心意是甚物，咱若是要回应，其实毋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有的人伊领受的负担是要做中职，也是讲要做传道人。有的人是真热心伫工作顶面，也是伫厝内面来引带别人信主来做见证。有的人呢，伊可能是有这个疼心去关怀迄个软食善食的人，有的人是有真侪的奉献的迄个心志，有的人可能有这个负担去甲人去做教导人的老师即款的。所以，无论上帝互咱的感动是对一种，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呼召是对一种，要行这条顺探上帝的路，其实无容易。因为有时咱拢知影，上帝的调命会当互咱真侪喜乐，毋过嘛，可能互咱艰苦来跋倒。今仔日所看的经文是一个耶利米伊。这个先知伊挣扎的经文，对今仔日的经文，咱就来看讲，这位先知伊面对上帝呼召时，伊所面对艰苦的迄种的心志。所以咱大先来看经文的背景。咱知影耶利米是以色列北国也是南国的先知。感觉是北国的抢野手，1/2对，南国的咧。嘛有人野手，答案是南国的，伊是南国的先知，耶利米是南国犹大国的先知，伊是伫啥物时阵来做先知咧？伊是伫南国伫改革的君王，就是约西亚王。在位的时，互上帝来呼召。这个国王伊在位的时是啥物款的状况呢？这个状况就是伫这个南部的这个犹大国，要灭亡前的40-50年，迄个时阵，就在做先知。所以伫这个国家伫要灭亡前的40-50年，这个政治是真无稳定。
这4、50年中间，伊总共换过歹势，换过5个王哦。所以咱来看遮，这5个王就是伫这4、50年中间换过。啊，迄个1、2、3、4就是迄个顺序，吼。所以除了约瑟亚王伊进行宗教改革，互国家有一段敬拜上帝的日子，安尼。之后面的4个王，就是较下骹遮的4个王，因真紧因为周围的大国的压力，吼，就真紧就恢复伫偶像的崇拜的内面，并且因受到周围强盛国家的欺负，吼，咱会当看去，迄个时阵犹大国周围主要的对敌南部有埃及，北部有亚述，佮有巴比伦，所以犹大国伫中间真做一个真弱势的国家，伊的政权是受到周围大国的控制。咱来看这个 PPT， 就亲像除了约瑟亚王，其他的国王，因的政治的首领，拢是互北国互周围国家来控制的，拢是就亲像约雅敬是埃及的傀儡，吼，西底家是巴比伦的傀儡，就亲像即款的状况。所以咱会当看去，这个时阵亚利米伊出来的时，国家是真不安，人的心嘛无平安，因为毋知影国家未来要啥物款的大方向来进展。所以伫即段无平静的时期，咱看去亚利米。伊受到呼召出来，毋是要来讲安慰的话呢。伊讲的话，却亲像在救助家己国家的未来。咱若是有最近读圣经有读过亚利米书，就会知影讲，其实伊讲的话充满毁灭、破坏。伊所讲的，毋是讲对着遮大国要毁灭啦，要破坏。伊所讲的，就是家己的国家、家己的同胞，因会互上帝毁灭，会上帝破坏。所以，上帝毋干那接着亚利米讲话来，和家己的国家讲即款话，佮进一步要求亚利米用伊规个生命的行动来表明犹大国绝对要灭亡。就亲像讲，亚利米伊敢有结婚？无，伊无结婚嘛，对毋对？是安怎？伊嘛无要参加婚礼呢。有朋友有婚礼，伊嘛无要参加。丧礼，伊嘛无要参加呢。若是人吼，也是朋友问伊讲，亚利米你是安怎无要参加婚礼丧礼拢莫参加？伊就会讲，国家特别灭亡结婚嘛无效啦，死嘛无人会甲你埋葬，所以就无要参加。好，咱若是有一个朋友安尼甲咱讲，咱有啥物感受？咱会亲像，咱就会感觉讲，哇，亲像即款无合伫人情世事的言语做法，哪有人会安尼讲话？哪有人会安尼做？所以，咱会当想象亚利米所讲的。所做的带互伊真侪软弱，佮有陷害，因为上帝呼召亚利米，使用亚利米的性命，互伊成做一个完全孤单的人。咱会当想象伊一个单身的查甫，伫外面规日安尼讲上帝的话，结果互所有的人来软弱。等伊到厝内面了后，伊的爸爸、伊的兄弟嘛是伫等待要甲伊出卖。伊无有囝的陪伴，嘛无有囡仔的安慰，拢是因为上帝的呼召，互伊的一生充满孤单，佮有寂寞。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就是伫亚利米书第7节到13节所表现出来，就是一首绝望的啼哭。咱若是对19章安尼看过来，就知影讲，亚利米即摆搁做啥物奇怪的代志啊？伊就是伫国家的圣殿，伫指责全国偶像崇拜，佮预言讲
上帝要拍破犹大国，要拍破伊家己的国家。哦，所以就互管理这个圣殿的祭司，大祭的祭司头，把尸互你掠起来拍，啊，佮关起来过一年。所以面对这个大祭司亚利米哦，伊无惊哦，伊佮继续讲：啊，你这个大祭司吼的名，毋是叫巴师傅儿啦，应该着爱叫达所在惊兄啦，因为这是伫预言国家的未来，吼，伊互人吊起来，啊，佮安尼甲人改名，吼，这实在是真好笑的代志，因为其实。迄个这个时阵，在经历着达所在惊吓的，其实是亚利米伊家己先帝的性命，就亲像预先来表达出这个国家的未来共款，伊家己第一个受到这个达所在拢惊吓的即款的状况。所以伫今仔日经文第8节的部分，亚利米先知伊讲，伊全日讲强暴、抢劫。毋过真可笑的是，目前受到强暴佮抢劫的，其实是伊家己。所以伫即首诗歌内面，咱看起亚利米，伊感觉家己互上帝欺骗，互上帝引诱，互上帝迫害。伫这个诗歌内面，咱看起伊口讲：你比我较有气力，你来赢我。耶和华的话无带互亚利米安全，却互伊绊倒。耶和华赢过伊，因为耶和华的呼召抵到伊受到同胞的攻击。亚利米来呼吁伊的同胞来悔改，毋过因却用伊所有言的话来甲伊笑，来甲伊支持，来甲伊陷害。耶和华的话真做亚利米的凌辱，阁有软弱。所以每一摆的宣讲，亚利米换来毋是人心的悔改，却是一摆一摆的拒绝，阁有伤害。无论外在的环境，还是伊的内在，宣讲上帝的话，互伊陷落伫困境内面。我毋知咱看圣经看到遮，敢会感觉心内怪怪？是安怎？为着家己所听的同胞，忠心面对上帝的呼召的人，却反倒转互所有的人拢甲伊摆脱。安尼上帝，咱敢搁爱信？呼召的拢若是遐尔啊歹走，会互人遐尔济挣扎，是安怎搁爱继续？是毋是等于一般的世界的生活搁较简单，毋免互这个信用的呼召来拔掉的较轻松。我毋知这敢是亚利米的问题，还是嘛可能是咱每一个人的问题。其实这是我心内时常出现的一个问题。伫过去学生的时代，我嘛捌因为这份信用的缘故，失去了我生命中上界亲近的朋友。和列位来分享迄个时阵的代志。我和迄位朋友的交往是对高中到大学，整整5-6年的时间。我这个朋友，这个女性的朋友，伊是我心中极大的安慰，佮有快乐。我和伊无敢若是个性真合，彼此敢若真会当交心。时常是有啥物代志，阮两个第一个就想要和对方来分享。所以其实这5-6年有真侪疼，佮有帮衬，佮有即种真好的交流伫我和伊的中间。毋过伫即段时间的伫内面，伊其实因为一寡问题吼，伊慢慢有忧郁的状况出现，就爱食药啊。所以我就慢慢看起伊无法度控制，愈来愈陷落伫黑暗中间。迄个时阵我非常的痛苦，所以我就决定要勇敢起来，来和伊讲上帝是啥物人啊，和伊来祈祷。我虽然对细汉呢就真做基督徒，毋
毋过吼，其实要和人分享上帝嘛是会惊惊，毋敢安尼，真黑白的安尼讲。所以，这是因为伊是我上界亲近的朋友，我着和伊分享。希望讲人摆上帝会当把帮助这个人对绝望内面来甲伊救出来。迄个时阵有几若个下暗，伊半暝啊，就会敲电话互我，伊就甲我讲。亚如啊，你明仔载可能特别看到我啊，我想要死。几若个下暗，伊拢安尼甲我讲，我拢毋知要安怎，听了就直直流目屎，直直陪伊讲话，和伊分享安尼。我常常问伊讲，伊敢会当搁互家己搁较济的时间？结果我着陪伊祈祷。伫祈祷的内面，就和伊分享讲，伊的性命伫上帝眼中是真宝贵，所以搁较慢的，上帝听伫伊的性命中间，莫看轻家己。祈祷的内面，伊有时会流目屎，有时嘛会甲我分享讲，介绍上帝感受着和伊同在。所以我和伊安尼三角流目屎祈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日下暗，我搁在听伊讲电话，拢搁两三个点钟安尼。迄时阵搁咧想讲要安怎甲伊回应的时，伊就甲我应讲：你敢会当莫搁带我祈祷？你敢会当莫搁讲基督教的物件？伊讲遮个物件吼，伊听了介绍捌嘛，介绍毋捌，想咧着。感觉无想要信，我一直讲，感觉真烦呐。所以伊拍算要和我断绝联络一阵仔，家己想的才讲。我嘛无法度，我着好啦，无咱着先莫联络，莫做朋友安尼。断绝这个联络了后，我煞对阮共同的朋友的中间听起讲，伊可能是感觉灵修袂歹，伊就去加入伫另外一个宗教，毋是基督教，另外一个宗教的信仰的团体内面。迄个团体内面嘛有因家己灵修的方式。伊煞伫迄个团体内面，伊慢慢好起来。嘛伊嘛真投入伫迄个信仰。到现在，阮两个有缘无有联络，毋过伊叫真做即个。白信仰的讲师，白信仰的传道人，伊即摆的工课就是咧引带人来认捌加入伊所信的迄个别款的宗教。所以安尼一步一步，我和伊断绝来往，听起伊加入伫别种信仰，过来伊的状况就好起来，搁诚做别教的传道者，这整个的过程过程，一直互人扇嘴皮共款。因为我头一摆用家己的性命是真认真，要带我所上介意爱的一个朋友来认识上帝，希望上帝会当互伊望互伊改变伊的性命。毋过伊却无法度接受，佮感觉我一直和伊团教真好笑。到后来，阮两个中间所有的朋友拢感觉讲徐亚茹伊就是一直对团教的迄个人呐，有一种介可笑的声音伫中间，煞尾因为我带伊祈祷，无要和我联络，所以伊是我关系真好的朋友。我才想讲，伊安尼有伫黑暗内面才陪伊来认识上帝，想无到后面却互伊拒绝。迄时阵我着一直问上帝讲，敢是我做毋对伊？是毋是我？当你的心无够，无有陪伴的技巧，是我讲毋着啥物？是安怎？我用家己性命上介深的疼，佮有感动，要来陪伴我的朋友的时，得到的是冷淡，煞尾是拒绝。最后，伊佮进入伫别种的信仰，伫遐伊得着亏待，毋免上帝嘛过甲真好。这是我第一摆体会到，我所信的上帝会互我失去了一个生命中所爱的朋友。
我体会到上帝毋甘若赏赐人丰盛的性命，伊嘛会提早我看做宝贝的关系。伊有时互我充满气力，要引带人来信主。毋过，这个气力真侪时阵，嘛亲像迷茫共款无去。当我真细致要甲上界好的朋友来分享对上帝来听堂的时，这个分享互我跋倒。因为我为伊祈祷，我失去了自问我所看重的关系。先啊，为着信仰的缘故，当我想要甲人带到上帝面前，这个人却离开我。先啊，上帝无要保护阮两个人这50年来真宝贝的这个感情。上帝，你敢是在甲我创治？当信仰行到这个地步，人可能会选择离开上帝，无要信，将过去所受到的感动当作无发生共款。但若是对今仔日的经文，可能嘛会当感受到耶利米应该嘛是安尼的感受。伫经文内面，咱看起讲伊无要阁开喙，伊要离开上帝呼召伊去做的代志，咱毋知伊离开偌久。毋过对其他些经文第9节，咱看起，伫伊无想要宣讲上帝的话时，上帝的感动却亲像一拍倒的火，烧伫伊的骨头的内面。咱对经文中看起，当上帝的火、圣神的火开始吹灭耶利米，伊伫经文中伊无法度抵抗。伫煞接的经文中间，咱看起伊开始甲上帝来辩论伊的苦情。当先知甲上帝开始来辩论，咱发现先知伫伊的痛苦内面，毋是一个互伊家己国家伊的朋友气煞的人，毋敢若是即个画面定。伫第11节，咱看起。伫第11节，咱看起先知开始辩论的时，伊较先看起耶和华，其实离伊很近，就伫伊的身边，亲像真通行的勇士。伫12节，伊看起上帝了后，亲像这个大能的勇士了后，伊开始呼求上帝的公义。第13节，伊呼求了，伊开始学了的时阵，伊看起上帝怜悯的心意。以色列的上帝是拯救善良人性命的上帝。这个变化的这个速度真紧，真特别，真奇怪。咱若是继续看14节了后，咱会当看起讲，咱看你耶利米虽然真做上帝的器皿，伊的痛苦伫这个时阵其实无完全来得到解决。毋过伫这个痛苦的处境内面，咱会当看起犹原在烧的、犹原在跑走的、犹原在进前的，就是即拍圣神的火，是圣神的火，甲无想要搁顺探上帝耶利米搁诱起来，伊搁一摆吹灭耶利米，就爱开始。即拍火，互耶利米就爱来上帝面前来面对伊的感动、伊的呼召。即拍火，互耶利米知影伊所讲的，毋是伊家己愿意，也是无愿意尔，却是上帝的意念，就活换伫伊的内面，活换伫伊的生命内面。所以耶利米的意思是，伊莫阁讲啊，伊莫阁做啊。毋过上帝伊的活命是真有气力的。上帝犹原需要对犹大国来讲话的人，上帝需要耶利米继续来犹大讲话，因为上帝疼爱这个国家。所以，搁较进一步，当圣神的火伫祈祷耶利米开始祈祷的中间来激动耶利米的心。对11节到13节，咱会当看起，其实耶利米伫祈祷中间，认捌着，互伊绊倒的，互伊伫痛苦内面的，其实毋是伊所埋怨的上帝，却是抵挡上帝的不信的人。所以咱看起，
当耶利米伫痛苦的辩论中间，甲圣神所的火相拄的时，圣神帮助伊重新有无共的眼光，互伊对世界、家己伊心中的痛苦有新的认捌，有正确的认捌。所以对耶利米伊即个祈祷所转变的过程当中，咱看去圣神伫人的生命内面，其实有伊家己的活力，有伊家己的气力。这个生命无法度互人的意念来控制。所以当咱伫信仰内面无愿意的时，这个无愿意却是搁较互主也是圣神的主权搁较明显。上帝意伫即个时阵，就显明搁较真实，就知影讲咱的活动也是行动，毋敢若是伫家己定定，搁较受伫迄个超越咱生命的主。即位上帝的气力有时会互人无法度承受，毋过嘛会催逼，亲像耶利米即个已经受伤软者的生命，搁一摆徛起来，徛伫众人的面前，继续宣讲，为着要拯救上帝所疼的人。所以咱会当看去感动，也是讲咱生命的呼召。若是对上帝来，伊其实就亲像地倒的火，人的手、人的软者无法度互伊欢喜。上帝吊明有伊家己的活命，催逼人就爱完成上帝的心意，爱继续上帝所听的人来讲话。所以伫即个世界内面，虽然真侪人无信上帝、无信耶稣，毋过上帝无因为互人安尼来互人看轻，也是无因为安尼就真做无有气力的上帝。伊会作为反倒转，互人体认着这个上帝是真的，伊伫信伊的人的生命内面有主权。这个主权互人明白，生命毋是这个生命内面的信仰，毋干那是一种我家己的热情，我家己的决定命定。其实有时咱无有热情啊，咱无法度有好的决定啊，上帝无要对人的意念来摇动。这是上帝真正已经带伫咱的心的内面，伫行伊的意志的一种表现。因为上帝伊对这个世界的信息，伊一直在进前，伊无要停止伊的作为。所以今仔日分享的圣经节，嘛，互我第一摆知影，人若是接受上帝，伊的生命内面原来就会开始有另外一种的生命，另外一种的这个生命，伊有伊家己的主权，阁有伊的意念。所以当迄个时阵，重要的朋友离开我的时，我有一阵仔就无想要搁信基督教，我嘛回头去追求其他的宗教，我开始参加佛教的活动，接触民间信仰一寡物件，嘛学习咱中国一寡儒家也是迄种的。我一面在学习这个新的价值观的时，一面阁因为痛苦，所以不时伫上帝面前来和伊相应。迄个时阵，我一直甲上帝讲：上帝，你互我离开，我无想要搁做你的儿女。毋过伫即段信仰真破碎的期间，上帝无互我有正面的答案。我安尼祈祷在求救的时，我无捌经历过任何的神迹，也是异常，嘛无有意望，嘛无听过任何的声音。和人分享，人介绍互我的回应嘛，感觉无法度来满足我心中的迄个疑问。毋过当读到这个圣经的时，才知影，就亲像耶利米心中有一拍地倒的火，有伊家己的生命在行。我渐渐发现，上帝伫我的心中，下伫我心中这个活命的热情，对伊的热情其实无法度停止。当我因为上帝，当我因为
朋友会离开，感觉信用真可笑的事，心中真破碎的事，只有开嘴和上帝辩论，会当帮助我感受到这个活命的快乐。当我进入到其他的宗教信仰，想要离开上帝，停止祈祷的时，我其实离开了我家己的生命。只有当我搁一摆开嘴，和上帝讲话时，我才搁感觉到活命重新转来到我的生命内面。所以，当看到这段经文内面讲到耶利米伊骨内有一拍火，一直在烧，我早知影讲。毋是人选择要徛伫上帝迄边，是上帝选择要点伫你的心中，是上帝点伫人的内面，亲像在倒的火，成做信伊的人的新的活命，伊的热情。对迄个时阵，我才知影讲家己的生命其实已经属伫上帝。当我离开上帝，我就是离开家己的活命。我若是无搁继续和心内迄个互上帝点倒的火来对话，就亲像身体失去了灵魂，真做一个空空的人。所以认为兄，这上帝感动、上帝调明，就亲像伫心中迄拍在倒的火。这拍火一直在倒，一直在倒，毋过真侪时阵，咱无真熟悉伊。真侪时阵，若是伫生命顺境的时，咱家己当作一般的热情，也是咱的家己的一个激动的心情。毋过，当人开始为着信仰来受苦的时，咱该先早会当开始认办着，这个热情毋是对人咱家己来的，却是上帝已经伫咱的生命内面所带来的。所以，当咱因为这份信仰开始在受苦的时，圣神搁一摆邀请咱每一个人，搁来一摆来看起咱生命的主权，咱生命里面迄个新的活命，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受伫什么人？受着感动、受着呼召的人是安怎会为着信仰来受苦？我嘛毋知讲要安怎有一个搁较好的答案。无法度替上帝来回答。毋过，无论是耶利米、是摩西、是保罗，也是阮青少年嘛有看林书豪的见证，也是历世历代的圣徒，才着甲上帝相演的过程。上帝下伫因心中，迄个真恶地向上的迄个新的热情，迄个新的活命，属伫圣神的迄个新的活命，会引带遮个人进入伫对上帝搁较深的认捌，搁有搁较深的心内面。所以对今仔日的经文，我搁一摆来邀请列位兄弟，搁一摆来面对家己生命内面，迄个互咱辛苦嘛，互咱快乐的迄个呼召，迄个感动。这是上帝早伫下伫阮心内的声音，是伫咱的骨中在倒的火。当咱向伊讲话时，愿上帝所来的生命，搁一摆真做推动咱的快乐，互咱会当开喙来承认，主真侪时阵，虽然咱毋知影安怎来承受这个负担，这个负担所带来的痛苦，毋过你早已经当带伫咱的生命内面，时时用你的意念光照咱，等待咱来看你。就亲像在倒的火，在倒的生命中，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共款。咱敢愿意搁一摆，把家己上心内上界黑暗面对上帝时的迄个黑暗，来向上帝来问，来甲伊求救。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无论阮是大是小，是少年还是年长，阮相信你已经甲你呼召阮每一个人的话语，下伫阮的心内，在等待阮搁较济来甲伊面对，
来向伊讲话。主啊，你就亲像大开来的勇士共款，家伫你的道路顶面，真侪时阵，阮会一摆搁一摆的破嘴，因为安尼，咱学习安怎现象搁较完全的家己。阮甲面对你的时阵，所有的痛苦搁有欢喜，拢摆列伫你的面前。愿你圣神的火引带阮入捌比即个单搁有快乐的生命，来完全成做阮每一个人的生命。愿你接纳阮成做你的器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